1991年4月30日，李登辉总统伊伫国际记者会顶宣讲，43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到这为止。这个时期结束了后，中国如何定位？李登辉嘛讲了真清楚。今后将是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，我们称它为大陆党旗和中共党旗。来到自来水博物馆，自然就会被它古典的外形所吸引。2000年4月30日，全国第一间自来水博物馆开幕。博物馆的建筑有92年的历史，馆内陈列古早的抽水机具，馆外大大小小地下铁管电视。户外空间有7800平左右，有咖啡区，还有囡仔会当耍水的所在，另外嘛会当爬山，提供市民一个休困佚佗的好所在。